雅各书第4章，咱要咱会对第1节看到第10节，哦，咱会对第4章，咱会对第1节看到第10节。咱会记得咱的雅各书伫第3章下半章有提到属天的智慧甲属地的智慧，因两个的性质，因的结果无相同。然后伫第4章，咱今仔要看呢，伊是讲到属世的纷争，甲上帝的生活，甲属上帝的生活，属世的纷争，甲属上帝的生活。咱来记得第3章第18节就是第3章的落尾节遐，伊讲并且互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家的义果。所以就是讲有上帝遐来的智慧呢，伊的结果是啥物？是和平，会结出公义的果子。但是伫第4章一开始的时阵呢，雅各就开始来讲到当初是教会中有产生一个纷争的代志，纷争的代志，所以伊用真严厉的话会来劝诫因。咱就会记得教会的，咱讲说教会的经过的属灵的气氛咱有法通对各人的家庭中看到，然后咱对各人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信徒的成员，就是个人的灵命，也是有法通看到底是怎样。所以灵命若唔是真好势的时阵会影响家庭，甚至会影响教会。无论伫家庭，无论伫教会，信徒甲信徒之间有常常会真多的争执甲不好的代志。敢若是咱会安尼呢？甚至有可能会信徒甲信徒看对方做咱的受敌。所以雅各伫第4章伊就是用真严厉的话，真重的话，甚至你来读的时阵敢若阵有充满迄款喜悦美甲迄个爆炸性的话来责备迄位贪爱世界甲世界为朋友的离抵挡上帝的人，所以也是有法通当初时的教会兄弟姊妹有法通知影讲这款不好的代志唔应该有，但是虽然有不好的代志的时阵呢，咱就会记得咱真正的受敌是啥真正的受敌是啥伊有讲到三个真正的受敌，然后伊讲咱就脱离这种人过一个属上帝的生活所以伫咱未读的时阵，咱分将一段该分第1节到第10节，咱有法通分做2大段。头一段就是讲属世的纷争，这是对第1节到第6节较晚咱读的时阵你会注意到第1章第1节到第6节是讲到属世的纷争，然后第7节到第10节讲到属上帝的生活，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所以咱现做是咱掀开咱的圣经，咱三甲来读恁中间的争战斗殴是对倒落来的呢？有的圣经翻译就是讲恁中间的冲突冲突甲恁的冤家对倒落来这敢毋是对恁白体中的争战甲私欲来的吗？恁贪恋也是得无着，恁杀害冤斗个冤家争战也得袂着，恁得袂着是因为恁无求，恁求也得无着，因为恁妄求，要浪费伫恁的宴乐中。恁这种淫乱的人敢毋知影，甲世俗为朋友的，就是甲上帝对敌的嘛。所以凡想要甲世俗为朋友的，就是甲上帝对敌咯。恁想经典所讲的是道然的嘛？上帝所赐点伫咱内面的灵是恋爱伫伊冤斗的嘛？但伊施搁较多的恩典，所以经典讲
上帝换做骄傲的人，赐恩和谦卑的人。因为安尼，恁就顺服上帝，就抵挡魔鬼，魔鬼就立刻离开恁逃走了。恁亲近上帝，上帝就立刻亲近你。有罪的人啊，就洁净恁的心；心怀良意的人啊，就清洁恁的心。恁就受苦悲哀，口号将喜笑变做悲哀，欢乐变做愁烦。就伫主的面头前自卑，主就立刻叫恁成为。所以咱看这两段，头一段就是讲到世俗的纷争啊，世俗的纷争。到底伊头一伊就问讲，这纷争到底是对倒落来呢？纷争是对倒落来？有一个囡仔，伊去找伊因老爸啊，伊问因老爸，伊讲爸爸，敢若是世界那犯罪真正的代志啊，犯罪真正的冤家的代志啊，从头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怎么会发生的？所以啊，这个老爸就讲啊，老爸就讲，囝你知无？第一次世界大战啊，开始啊，是因为德国啊，伊去侵略一个叫做 Belgium 的所在。然后伊讲到遐时阵啊，伊看手啊就按遐行过来啊，就讲，敢若恁都无要该讲啥实咧，恁无要干你讲讲啥实咧啊？哦，伊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是因为有人叫咩谋杀案的开始啦，因为去将这个肉啊，这个叫做什么？这个看咱像是红鸡哦，来拍死啊，这个老爸啊，才来讲，但是到底是你讲是恁问我，还是恁问你啊？哦，恁问我干哪？你那边你遐伫遐直直答啊？所以因看手的就生气啊，伊就离开啊。将伊走骹的门啊，甲伊踢啊，将伊的衣弄啊真凶的啊。然后伊个老爸再个继续甲伊讲啊，我伫倒哪咯嘛，我讲啊到倒哪咯。因讲来讲啊，命我讲咯，我知影咯，我知影冤家按倒落来的咯。冤家啊，就是个人有家己的意见的时阵啊，出来啊，就是冤家。所以第一节啊，外国就问啊，伊讲恁中间的争战啊。恁的冤家啊，是对倒落来啊，是对倒落来啊。其实这个讲个冤家啊，纷争啊，伊正是回应了第3章啊，第14节遐所讲的。咱看第3章第14节啊，伊讲恁心内面若怀着苦毒的怨妒甲纷争啊，就唔通自夸，也唔通讲白贼话，抵挡真理啊。所以因为什么？伊讲有苦毒的怨妒甲纷争，其实伫遮圣经第1节讲到争战也是斗殴还是战斗其实这个意思你若照伊字义落去看，伊是讲到一个兵士就是兵伫战场顶面迄款的争战。但是外国伫遮的时阵伊咧讲到这争战是啥实咧争战还是有另外所指虽然咱讲说在理是讲到是战场顶面的争战但是咱知外国伊所咧讲是象征性的，就是讲到什么冤家，讲到冲突，包括伫言语方面按遐来辩论因为欠在怨妒就会诽谤人攻击人甚至有真侪无相的手段。换一句话来讲外国伫遮所注重的是人甲人之间的无和睦人甲人之间的无和睦所以圣经外国讲伊讲恁中间你若看第1节伊讲恁中间意思是啥物因伫教会中间是讲到教会上帝的教会内面是会友是真信徒之间所以外国伫遮指出一个真可悲的代志伫上帝的家内面咱若看所事上帝已经将
人甲人中间会去抢啊，已经走咯。然后人应该着和睦啊，但是相反的啊，咱看到真侪遮代志发生啊。这个甲诗篇133篇啊所讲的啊相反啊。啊，诗篇133篇。Patigilan mo ako Arturo. 133篇第一节啊，第一节啊，你讲啊看兄弟和睦。Sana nga, pero para kung matutulog, kailangan bantayan ang... Kasuit niya rin. Ha? Kasuit niya ako, buhat niya. Bakit siya babantayan? Eh, matanda na yan. 所以兄弟和睦相处啊，同句意思是相处啊。啊，当因相处的时阵啊，因就干啊，因就有法通，大家人真和睦啊，啊，大家人真和谐啊。所以上帝啊，伫圣经内面啊，伊爱人啊，就是安尼啊。但是干啊，人常常袂和谐啊。啊，甚至伫教会内面啊，咱会讲哦，我甲这个人较好斗啊，啊，甲这个人较无好斗啊，啊哦，较和好无和好啊。虽然伫圣经内面，伫教会中咱会看到啊，但是伫圣经内面，咱有看到一款的例啊，就是兄弟啊，还是讲说伫主内上帝百姓无和好的代志。其实圣经有真多的记载啊，真多记载。我互恁几个例啊。头一个例啊，伫旧约，咱看叫亚伯拉罕啊，伊甲伊的弟弟罗德啊，圣经甲人讲啊，因为着迄个约旦河啊，还是为着因羊食草的所在啊，罗德的仆人甲亚伯拉罕的仆人干啊，就冤家啊。所以冤家的时阵啊，一个做亚伯的啊，亚伯拉罕啊，就甲罗德讲啊，讲咱两个是兄弟啊，咱袂做你冤家啊。所以讲说，既然咱的生族真多啊。咱来管啊！好，你若向东，我就向西；你若向南，我就向北。所以咱看到亚伯拉罕真有量啊！伊互罗德啊，所以罗德啊，伊就管什么啊？伊个真肥的约旦的全平原啊！所以伊甲伊阿姐啊亚伯拉罕啊，因就分离啊，因就分开啊。虽然是安尼啊，咱看到亚伯拉罕无去分啊。罗德去掠去收去互敌人掠去的时阵啊，伊甲伊厝内的人的318个人丁啊，去干啊，去征战啊，将罗德解救出来。然后咱看到伫所罗甲大卫啊，同款也是无和睦啊。大卫所罗王啊，伊真干啊，冤倒大卫，甚至要甲拍死啊。然后伊直直追杀大卫啊，大卫直直走啊。大卫虽然伊讲上帝受膏者，我唔应该伸手害伊啊，但是干啊，所罗直直追杀伊啊，但是伊犹原用和睦甲伊和好啊，但是因为所罗无要啊，所以因也是无法通和好啊。咱看到耶稣的时代啊，耶稣的门徒内面啊，圣经讲什么啊？因咧冤家啊，冤家因咧纷争啊，纷争上啊，什么啊？上啊做第大啊。会记得袂？因爱上啊，耶稣国降临的时阵，上啊要坐伊正边，上啊要坐伊的倒边啊。甚至雅各甲这个啥啊，约翰啊，因就搬因老母过来啊，叫因老母啊去甲耶稣讲啊，去甲耶稣讲，伫你降临的时，你国降临的时阵啊，你要互我两个家，约翰雅各一个坐你正边，一个坐你倒边。所以耶稣有分争啊。看另外一个啊，兼且咱会真奇怪啊，咱会想袂通的，就是所罗，还是讲保罗啊，甲巴拿巴，保罗甲巴拿巴。咱来看使徒行传第15章啊，使徒行传第15章39节啊，伊讲伊是两个人啊，两个人就是所罗保罗甲巴拿巴起了争论啊，甚至干啊彼此分开。这项代志是什么啊？这项代志啊，伊讲因两个起了纷争啊，伫别个叫做什么现代的译本啊，现代译本安尼讲啊，伊讲因两个人为了一件代志，干啊真剧烈的争执啊，所以伊毋是孤单纷争呢，
伊是真剧烈的分析啊。到落尾因就分手啊，因就分手。啊，你若看这项代志，到底这项代志是什么代志？和保罗甲巴拿巴按遐来有分争啊？因为头一摆诶，这个叫做什么啊？宣道的旅行啊，保罗巴拿巴带马可去啊，马可是一个青年人啊，伊是巴拿巴的什么啊？会表的会亲啊，会表的。但是因去的时阵，欠彩会甲讲，因拄着较侪困难啊。马可啊，伊是好野人会干，因出来是不有的。欠彩啊，因为伊出去传福音，拄着艰苦的时阵，伊无爱啊，所以伊就倒来啊。伊讲我无要搁跟恁去咯，伊就倒。所以巴拿巴、保罗伊就继续因头一摆宣道的旅行啊。旅行了的时阵，等因倒到安提阿来报告上帝吼，上帝怎伫中间做阮做工作。过无偌久啊，因要搁再去第二摆的旅行啊。第二摆要去宣道的旅行啊，巴拿巴原在要带马可去啊，保罗啊讲无要啊，这个马可啊。伊到一半途离火啊，伊半途就倒来啊！你即阵要怎样搁甲你去啊？但是巴拿巴伊较有什么吞论啊？了伊较老坑人啊！伊讲巴拿巴马可啊，伊真少年啊，所以咱互伊一个机会啊。但是保罗无要啊，所以伊两个就分争。巴拿巴马可带伊去啊，保罗伊就去找。西拉去啊，但是咱看到落尾啊，马可甲保罗甲马可啊和好啊，因为保罗伫年老的时阵啊，还是讲说伫伊工作的时阵啊，伊写批有讲啊，讲请恁若要来的时阵，将马可带来啊，因为马可甲伫传福音的事顶啊，甲我有益处啊，所以咱看到保罗是一个真，那看起来啊，伊是干哪？真有灵性的人，但是伊幽怨的干呐，会冤家啊。然后伫菲律宾的教会内面保罗伫遐讲有两位姊妹咧冤家无好啊。然后哥林多的教会真侪纷争的代志，所以咱看到讲说，人甲人搁较是信徒也搁是有纷争干哪纷争啊？因为有人的缘故。因为有人的缘故，有一个故事讲到伫中世纪的时阵有一个叫做 hermit 就是伊家己离开人群伊讲伊家己徛，因为交人做一个真艰苦所以伊家己徛。有一个叫做文士hermit 或者 Simon Stylites 伊创啥呢？伊就创一个真大的一个条枝条，伊就爬去迄个条咧顶面坐伫遐。伊安尼去跳咧，家己伫遐18年当然有人会去顶面摕物件回食18年干哪？因为伊讲甲人做一个会犯罪所以伊家己一个找寻上帝，安遐祈祷安遐找救主但是18年了后伊原在伊落来咯，伊讲伊无要搁踮遐干哪？伊讲伊无法通伊讲 I cannot stand myself， 伊无法通。运用伊家己啦，伊感觉伊也搁真侪物件，伊无法通做，所以伊感家己也是无好，所以伊就讲唔免咯。所以问题是啥物啊？问题毋是别人问题是出在你家己。所以雅各就讲恁中间会做冤家安倒落来的呢？伊问安倒落来的呢？咱若看伊的原文一句伊的啥物叫做伊的结果一句话真趣味原来希腊文伊若要强调啥物伊会将迄个字刻伫迄句的底头前意思是底头前的字迄个是强调的点所以雅各伫遮咧问讲，干若跩对倒落来呢？伊讲恁中间会跩冤家是对倒落来呢？伫伊原文内面对倒落来哪里来迄个是刻伫底头前的毋但刻一摆伊刻两摆
是强调讲什么？雅各啊，伫一个伊爱知啊，毋是纷争的代志，因为纷争的代志是有啊。伊爱强调的是讲纷争对倒落来啊，伊的源头是伫倒落，所以咱若知影源头伫倒落，咱才有法通去对付啊，对付。所以讲所以纷争对倒落来呢，所以雅各伫遮讲啊，头一个啊，就是讲咱的受敌啊。其实毋是兄弟姊妹，虽然咱甲伊冤家啊，无好啊，毋是因咱的受敌啊，咱的受敌头一个是啥物呢？是咱的私欲啦。所以雅各就讲啊，减毋是对恁百体中真正的私欲内面，所以是讲啊到人内面的一个私欲啦。其实雅各书内面啊，真侪摆啊有提到讲咱内面的私欲啊。你若会记得咱伫第1章第13到15节啊，讲啊到咱罪，咱的试探，咱倒落来啊，毋是对上帝来啊，试探是因为咱的私欲，然后魔鬼的引诱，才着咱的罪啊，然后显露出来。然后伫第1章21节也讲啊，伫第3章第13到16节啊，也是讲啊到这个私欲的代志。这个私欲是什么意思呢？私欲啊，伊有享乐的意思啊。享受快乐的意思啊，伊有安乐的意思啊，安乐啦，安乐的意思。英文啊，就是咱的英文啊，这个字叫做 hedonism 啊，就是享乐主义啊，享乐主义啊，就是这个字来啊。享乐主义什么啊？就是讲人啊的观念啊，观念就是讲，我所做每一项代志啊。主要我有法通得到好处啊，我有法通享受快乐啊，迄个我就有法通去做，这个是叫做享乐主义啊，主义啊。其实英文啊，也是用这个叫做 passion 啊，就是咱的什么啊，咱的欲望啊，咱的欲望。当然，欲望是上帝创造人的时阵啊，刻伫咱内面的，伊本身毋是歹啊，伊本身毋是歹啊。但是啊，圣经常常用私欲啊，私欲的时阵，英文叫做 lust， 应该就变做歹啊。是当人为着要得到咱的欲望的时阵啊，咱用的手段，咱无管你，咱方法上啊，为着要来达到的时阵啊，迄个变做歹啊，伊变做无好啊。伫圣经内面啊，路加福音啊，第8章14节有安尼甲人讲啊。这个就是讲到耶稣讲到亚精的皮乳啊，亚精的皮乳，伊讲有一个精子啊，落伫漆皮内面的时阵啊，伫8章14节啊，落伊个精子落伫漆皮内面啊，就是人听了道啊，行开了后，互今生的忧虑啊，钱财，然后什么啊，眼乐缺掉了，便结无出成熟的资历来。所以为着什么世上的眼乐会互咱的灵性啊，无法通成长啊，甚至互上帝的话会难做上帝的话语扎根伫咱人的心上啊。所以这个是叫做眼乐啊，眼乐啊。其实伫第3章第3节的时阵啊，第3节第3节伊讲。恁求也得无着，是因为恁凊彩求啊，要浪费伫恁的眼乐中间啊，要浪费伫恁的眼乐中间。眼乐啊，就是讲咱的私欲啊，这个就是讲到人的私欲啊。这个私欲啊，因为人啊，为着要来追求俗世的这私欲啊，添彩是更较多的钱财。欠债要得到利益，要得到地位，要得到权势啊，用无同的方式，然后互这种物件来控制咱的生活啊，控制咱的生活。所以所想所求的，就是向着这来行。为着要得到这物件呢，有时阵咱无顾别人啊，会搭。别人的什么的头，还是打别人的什么镜头啊，然后为着要达到
要得到跩啊，甚至有的人啊，为着伊的私欲啊，伊会破坏别人啊，甚至有时阵会互相间残杀啊。所以这个人啊，这个雅各就讲啊，其实啊，这个跩啊是对咱家己内面的欲望啊、的私欲来啊，所以会互咱有真侪的见证啦。咱家己啊，甲家己啊，咱知影心内面所爱，咱也知影咱安尼做毋对，但是常常就伫遐真正互咱内心真无安宁啊。毋但也无安宁啊，咱常常会影响到别人，会影响到别人。所以雅各讲，这个是咱头一个守则，咱着注意啊。第2节到第3节，伊就继续来讲啊。伊讲恁贪戀，也閣是得無着；恁殺害、冤倒、各冤家爭戰，也無法通得着。恁得無着，是因為恁無求；恁求也得無着，是因為恁凊彩求，妄求就是凊彩求，要浪費佇恁的眼樂中間。這是講到咱貪，伊講恁貪戀啊，為着要追求世界頂面的代志啊，為着要比別人得着更較多啊。當咱也是咱當咱貪戀別人的物件，伊有咱也愛有啊，咱就用真多的方法啊。有時陣咱用的方法啊，咱無管伊是合情、合理，還是合法啊。無管伊是合情、合理、合法啊，我有可能得到，我就去追求啊。但是雅各講什麼？恁雖然安尼去做啊，常常也是干啊，有緣得袂着啊，有緣得袂着。我讀到這個時陣啊，我就問一個問題啊。我講有個人啊，為着要來得着跩物件，伊會用真多的方法啊，用甚至真多的假知、真多的假妙，為着要來得着，互別人兼且有個人會受影響啊，受虧損啊，伊無管啊。所以我問一個問題啊，雅各講因得袂着，因真是得袂着嘛？因真是得袂着嘛？可能咱看到就真多用伊方法，用真多無正當的方法，因趁爾多錢嘛，因所愛的因都得着啊。敢啊，雅各哪會講得無着啊？雅各哪會講得無着？到底是怎啊？然後我想到講聖經啊，有一張聖經啊，真水啊！咱三個來看，咱顯開啊，因為較長啊，所以我無愛摕咧咱的 PowerPoint 咯。詩篇73篇，舊約詩篇73篇啊，你聖經啊，按中頭顯開啊，就是詩篇啊，咱來看73篇啊。我哋我聖經者啊，詩篇73篇啊。詩人啊，伊就是安尼講啊，詩人就是安尼講啊，真水的一篇詩篇啊。詩篇73篇啊，有較長啊，咱慢慢來讀啊。伊講上帝實在是恩待以色列迄塊清心的人。第一我的腳險險實險，我的腳險險骨倒。敢若咱險險骨倒啊？你看第3節啊，因為我看到歹人甲狂傲的人，因敢若享受平安啦。所以我想了啊，我心內面就心懷不平。因死的時陣啊，無通聽；因的快樂啊，也真忠實啊。因無親像別人受苦，也無親像別人拄着災厄。所以驕傲甲臉。住佇因的頷胿頂面，強暴親像衣裳遮蓋因的身軀，就是因下坎啊，因無所不為啊，凊彩創啊，了因的目睭啊，因為干啊肥啊，而突出啊，這個肥的人意思是咩？伊食真好啊，直食規身啊，規甲肥姐姐啊，目睭凸出來啊，因所得的啊。計伊心內面所想的啊，所以因有得到無？有啊，做歹人啊，因得到也做啊。
然后第8节啦，因讥笑人啊，并着恶意讲欺压人的话，因讲话自高，因的嘴亵渎上天，因的指头诽谤全地，所以上帝百姓归到这，就啉尽了满杯的苦水啊！因讲上帝要怎知影呢？只归正怎样有知识呢？看，这就是歹人，因既然是上享安逸，财宝便国加增。我读到这的时阵啊，顶摆读到这，讲啊有影啊，歹人啊，因都得着野罪啊，得着野罪。但是对第13节，咱看到真水啊！伊讲我实在多年洁净了我的心多年随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拄着灾难，每早起受刑罚。我若讲，我要安尼讲，我就是以前早款待你的真惊。我思想要怎啊明白这项代志呢？目睭看实为难，但我进了入了上帝的心所，思想因的结局。所以有时阵啊，咱基督徒啊，咱要照上帝所爱的去做啊，咱感觉真袂行日啊，咱感觉真袂行日啊。所以讲，看那种我多年啊，表明了我的无辜啊，我做安尼代志都对我无益处啊。但是伊讲啊，当我进入上帝殿的时阵啊，思想因的结局啊，我就知影到底是虾米一项代志啊。就安尼，咱看18节啊，你实在将因安伫骨底啊，互因甲鸟伫沉沦之中，因转眼之间成了河顶的风凉，因受惊吓来灭尽。人困醒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得较照样来轻看因的影像，因为安尼，我的心就发酸，肺腑受插。我安尼愚昧无知，伫你面头前，亲像熟着泪一般。当伊讲说，当我看到对上帝的角度来看，虽然因享受真侪物件，但是因是啥物啊？因是滑落伫沉沦当中啊，因为因安尼无敬畏上帝的时阵啊，因将来的结局啊，实在是真惨所以伊讲啊，何得啊？伊甲上帝讲啊，当我若认为讲我是白白啊，会为你的缘故啊来创作的代志啊，我是亲像啥物啊？愚公的人一样23节啊，总是啊，我上甲你三甲伫底啊。你看到我的正手，你要以你的婚言引出我以后，立刻指我到阴腰内面啊，到阴腰内。咱看到第23节，所以这是甲咱讲什么啊？所以雅各讲的无毋对啊，因得无对，看哪得无对啊？因为因所有的啊，不过是什么？暂时定定。是的，因有法通享受真多啊，伫世上啊，但是无偌久，这一切拢干拢过去。当咱以属灵的眼光啊，还是讲说咱以什么啊？因形来衡量咱现主世所有的，其实咱所做的按照上帝的心意来行，迄个才是最第什么稳当的，和最第稳当的。所以圣经雅各就是跟咱讲啊，当一个人为着伊家己的心思啊，伊的私欲的需要啊。用家己的方法去追求的时阵啊，追求袂着无法通满足伊的需要，无法通满足伊的需要。咱应该是啥物啊？应该是着找上帝啦，应该去找上帝个，然后求上帝来满足咱心内面的需要。所以当人伊讲当跩人啊，因为因甲世俗为朋友啊，因就甲上帝对调，因就无要去找上帝。但是当伊有一日啊，伊感觉讲说，哎呀，我是着来找上帝的时阵啊，伊去找上帝啊，伊祈求啊，永远得袂着啊，干哪得袂着啊？因为因的动机毋对啦，因为因的动机毋对。圣经讲啥物？恁求也得无着，是因为干哪？恁凊彩求，为着要浪费伫恁的眼乐
当中。所以，遮若国甲人讲到一个基督无随听的一个原因，是凊彩求动机毋对的时阵，上帝袂听。请问你有常常为着真侪代志祈祷未？咱每一个人有真侪代志，咱会甲上帝求祷，但是上帝无逐摆答应咱的祈祷。有时阵上帝无要随无听，敢若无听，这是一个原因啊。因为咱妄求啊，因为咱的动机毋对，因为咱的动机毋对啊。然后圣经内面有讲到另外一个原因啊，敢若是咱祈祷上帝无随听其中一个啊是诗篇66篇啊，第18节啊，诗篇66篇第18节啊，圣经怎样讲呢？咱三个来读啊。我若心内面主动罪孽，主干的确袂听我主就的确袂听我。所以，敢若是咱的祈祷主无听呢？因为咱有罪伫咱的内面咱有罪啊。所以圣经甲人讲啊，咱甲上帝会迄个关系真重要。当咱有罪的时阵这个会干会乱做上帝的恩典流落到咱的身上。有时阵咱的动工头咱开动工头的时阵无水出来敢若无水出来，欠彩是切断欠彩是干有塌咧塌咧咱若将迄个塌咧物件该通的时阵水就搁流出来。咱的罪常常会将咱甲上帝这基督的这个线会该塌咧，上帝就袂听。第三项敢若上帝咱袂听咱的祈祷，圣经讲因为咱敢若无要相信咱无要相信咱来看，咱继续咱来看咱的雅各书第1章咱都会去雅各书第1章第6到第8节雅各一开始的时阵伊有讲这项代志讲这项代志。雅各书第1章第6到第8节伊讲只要凭着信心来求，一点拢无摇疑，因为迄个摇疑的人就亲像海中的波浪，互风吹动来翻腾。这款的人毋通想要对主遐得到什么，心怀两意的人，伫伊一切所行的路顶，拢无有定见。所以，遮个人讲，敢若是咱的祈祷，上帝无随听，因为咱无相信，咱的信心无够强，咱无信。但是讲到信我常常爱提醒兄弟姊妹，有时阵咱对信的这个定义有问题什么叫做信？信毋是自信自信心我记得青年的我常常用这个做咱的做例欠彩你捌听到青年年轻的时阵有时阵青年团体要去郊游拜六咱要去海墘来郊游拜五的时阵落雨拜五落雨落雨要怎拜六若落雨无法通去所以有人就讲哎呀那祈祷有人就讲哎呀你无信心啦你无信心就有信心顶摆也是就有信心就有信心讲袂落雨但是落尾慢慢读圣经咱发现一个问题一个物件爱问一个物件你讲咱有信心袂落雨咱的信心根据是对倒落来根据讲伊袂落雨你根据对倒落来对你家己认为讲我无爱伊落雨所以这个是根据你的看法对无还是上帝有讲你祈祷的时阵上帝有感动你讲明仔袂落雨上帝有感动你你有迄款上帝的感动迄个是你的根据你若无去感动是你家己想来的呢迄个毋是信心迄个是你家己有一摆伫咧查考圣经的时阵查考旧约讲到希西家希西家这个王兼是伊叛变然后上帝就差遣以赛亚先知去甲伊讲什么
你特别死咯，你着备办你的后事，对吧？会记得袂？然后希西家就真艰苦心，伊就倒伫床咧，伊就面向壁，按遐来跟上帝祈祷，讲祈祷上帝啊，你搁延长我的生命。上帝有应允伊，减是互伊偌久啊？15年的时间，互伊15年的时间。啊，所以伫咧早期的时阵啊，毋着讲啊到伊祈祷啊，上帝互伊15年。忽然间有一位姊妹啊，讲起来啊，伊真爱祈祷啊，人看起来啊，伊真有真热心啊。伊就伫迄个开会啊，伫早期的时阵啊，伊就讲啊，伊讲你知无？我啊。后摆我若安尼破病啊，我也是要安尼祈祷啊。然后我相信啊，上帝也是会答我的祈祷。啊，大家就讲啊，哇，人就讲啥物啊？伊真有信心啊，伊真有信心讲上帝会听伊祈祷。啊，但是阮就伫遐来交代，讲等者，希西家上帝讲伊有15年的时间是上帝应允伊，是无？上帝。跟以赛亚讲，你去跟希西家讲，我听了你祈祷，我应允你延长你生命，我互你15年。所以是上帝来讲的，毋是伊家己认为伊有15年就15年。所以就意思要，伊认为讲伊将来伊若判病，伊跟上帝讨15年，上帝才是会15年。伊讲伊真有信心，这个信心对倒落来啊，这个是自信心。这毋是圣经所讲的信心，所以圣经甲人讲啊，甲人讲，所以咱就有信，但是咱的信啊是啥物？建立伫上帝的话语顶面。上帝有安尼讲，咱才安尼相信啊。好，第四，敢若上帝咱袂听人的祈祷呢，是因为无赦免人，因为咱毋肯赦免人的缘故呢。咱的罪伫咱的心中，咱无要赦免人，上帝无要听啊！这是真严重的一个物件啊！咱来看圣经啊，伫马可福音第11章25到26节啊，圣经安尼讲啊，耶稣甲因讲啊，讲恁徛着基督的时阵啊，若是有去有人得罪恁，你就敢若来饶恕伊，就是赦免伊。好叫恁伫天顶的爸也饶恕恁的过犯。恁若无饶恕人，恁伫天顶的爸也无饶恕恁的过犯，也无饶恕恁的过犯。所以咱看到讲啥物啊？圣经讲啊，耶稣讲啊，你咧祈祷的时阵啊，你若想到人得罪你啊，你就会晓赦免人。你若无赦免人啊，我是袂赦免你。所以上帝若袂赦免咱，上帝也袂听咱的祈祷。所以如果咱咧祈祷的时阵，咱心内面若有对人有迄款啥物啊？无赦免，上帝讲伊袂听咱。当然第五项啊，是咱若祈祷啊，若无合乎上帝的旨意啊，上帝就袂听咱啦。无合乎上帝的旨意啊，上帝就袂听咱啦。伫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5章第14节安尼讲啊，伊讲咱若照着伊的旨意求什么啊，伊就敢若听咱。这是咱向伊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影伊听咱一切所求的，就知影咱所求伫伊的无得袂着。意思什么？咱若照伊的旨意来求啊，伊的确是听咱的祈祷。所以咱的祈祷啊，咱无按照上帝的旨意啊，上帝袂听。什么叫做按照上帝的旨意啊？当然，上帝的旨意伫圣经内面真清楚会讲出来。所以咱就对圣经、对上帝的话语会明白啊。所以咱求的时阵啊，伊就互咱。第六项啊，这个是欠在咱会去惊到的物件。圣经安尼来讲啊，到底什么上帝袂听？当咱夫妻无和睦的时阵啊，上帝就袂听。咱看伫彼得前书第3章第7节啊，伊讲恁做丈夫的啊，也着安静地
甲妻子同徛，因为伊比你较软弱啊，甲你啥较承受生命的恩啊，所以着敬重伊。安尼干呐，便叫恁的基督干呐无有难做。伊讲你丈夫啊，甲妻子啊，着好好啊，着和睦啊，安尼基督则无难做。虽然圣经是讲啊到丈夫啊，太太有甲啥咧无？有参伫内面无？还是有啊？意思是夫妇啊，若无法通和睦啊，上帝也是袂听基督，会难做咱的基督。第七项啊，上帝无听咱的基督，因为干呐时间未够啊，时间未够。所以若讲到基督，我常常讲啊，真侪人咧去佛庙啊，去庙里啊是去咧去求因的神的时阵啊，因真爱是啥物啊？有求必应啊，有求立刻会答应伊啊。讲若求啊会答应啊，迄个是真啥？你问你家己啊，咱的上帝啊，当咱去祈祷的时阵啊，是毋是有求必应啊？是毋是咱求的上帝会有应啊？咱若想啊，上咱求的啊，上帝但是上帝回应啊，并毋是讲上帝逐摆按照咱的心来回应咱。这个是咱的观念。咱会认为讲，若按照咱的心意来回应啊，迄个才是回应啊。其实咱每一摆祈祷，上帝会回应啊。伊头一个回应啥物啊 ？Yes， 你求的我互你。第二 ，No， 你求的我无互你，可是无合我的点，无合我的旨意。第三，上帝讲啥物？你等者，我互你，别毋是一种法啦，你着等。第四，上帝讲你求一个，我无要互你一个，我互你另外一个，因为会较好势。所以呢，其实说起来啊，上帝是听咱的祈祷，但是伊的回应啊，一个是 yes， 我互你；一个是 no， 袂做的。第三，喂，等者我互你后摆时间未够吧。第四是讲毋是一个，我换一个较好的互你这是上帝互咱的。所以伫遮雅各书啊，雅各甲咱讲讲人为着要来摕着伊心内面爱的物件的私欲用真侪方法摕无其实咱就是去找上帝咱若去找上帝的时阵上帝就会互咱上帝咱求上帝就会互咱但是当咱妄求的时阵妄求的时阵凊彩求的时阵上帝就按遐无听。所以其实讲到咱心内面的私欲有法通讲这个是咱的老我呢，老我咱会叫做肉体。所以咱要怎样有法通赢过咱要怎样有法通赢过伫雅各书伊落尾又讲咱要顺服上帝，但是咱有法通对保罗的心肠来看讲要怎样来抵死要怎样来互咱肉身的这个私欲甲主耶稣丧死钉伫十字架顶伊伫罗马书有甲人讲罗马书，所以咱来看罗马书第8章第9到13节伊讲如果上帝的灵点伫恁心内面恁就无属肉体咯，乃是属心灵咯。人若无有基督的灵就毋是属基督的就毋是属基督的基督若伫恁心内面，身躯就因为罪而死，心灵却因为义了身躯就是讲咱的私欲因为罪应该是着来死但是叫耶稣对死来国活者的灵点伫恁心内面，迄个叫基督耶稣对死内面国活的，也的确则着点伫恁心内面的心灵，互恁一个必死的身躯活起来。意思是啥物咱有心灵伫遐要来帮助第12节安尼看来咱毋是欠肉体的罪去顺趁肉体，意思毋是按照咱的私欲的所要的去顺趁，按遐来活着。恁若是顺趁肉体活着，
的确要死。若靠着圣灵来治死恁身躯的恶行，就的确活着，哦，就的确活着。所以圣经甲咱讲什么？咱就靠着圣灵，哦，互咱会治死咱的什么？意思是什么？咱就甲耶稣基督同定。所以伫遮，捌一摆啊，我听有一个讲员咧讲啊，我感觉真趣味啊，真趣味。伊讲，咱要怎啊治死咱家己啊？咱要怎啊会死啊？哦，所以你若要家己会死个意思是什么？咱自杀你啊！好，咱自杀你啊！好，伊讲自杀哦，有真侪方面啊！啊，但是圣经啊，人讲咱要治死咱家己哦，咱就甲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伊讲同钉十字架个，咱无法通人要自杀哦，无法通用钉十字架来自杀啊！意思是讲，你家己创一个十字架，你做一个担啊，将你脚等咧，会做的，将你正手等咧，倒手等咧，啊，正手你要怎样等啊？你无法通等你家己啊！哦，伊讲，所以圣经啊，人讲啊，要怎治死咱家己的肉身啊？是甲主同钉十字架。所以意思是什么？毋是靠你甲我，咱无法将咱家己钉伫十字架顶面，咱需要靠着耶稣基督啦，甲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啊，所以我讲是的啊。所以咱要怎赢过咱的私欲啊？就是靠耶稣基督啊。因为啊，说落去啊，第4节到第6节啊，就讲啊到咱第2个受敌是什么？头一个受敌啊，是咱心内面的私欲。啊，咱的私欲，因为咱家己爱要治啥，所以咱有真侪来挣扎伫咱的内面啊。咱挣扎啊，咱心情无好，咱甲别人啊，还是常常会干啊，会冤家啊，常常会纷争啊。所以，然后咱家己，咱应该就去找上帝，才有法通满足咱家己啊。但是有时阵，咱犹原会去找上帝，但是咱的祈祷未得到，上帝无要听，因为咱干啊，凊彩求，为着要伫咱的眼乐中间。啊，昨晚我讲啊，眼乐啊，眼乐这个字什么意思啊？就是伫咱的什么私欲内面啊。所以你是的，你跟上帝讨，你向上帝祈求，但是你祈求的呢，原在是为着你家己，所以犹原干呐得袂着，犹原得袂着。但是外国讲啊，伊的意思是讲啊，咱会记得啦，咱的受敌毋是咱追及咱无好的人。咱受着其实是咱家己的私欲。第4节到第6节啊，就讲啊到世界啊，甲世界做朋友的，啊，就甲上帝干啊对调啊，甲世界做朋友的，就甲上帝对调。什么是甲世界做朋友的呢？甲世界做朋友，就是以世界的观念做咱的观念。以世界的标准做咱的标准，以世界的作风做咱的作风。当咱安尼做的时阵啊，咱甲上帝就干啊，看咱就是对调。当然，伊这个世界啊，毋是讲啊到这个地球啊，毋是咱咧咱徛的这个地球啊，乃是讲啊到世界顶面啊，这个反上帝啊，还是抵挡上帝啊的这个规个制度，抵挡上帝的制度。伫世界内面啊，伊拢标本啥物啊？讲家己啊，你家己啊，你看你家己，啥物做得好就啥物做得好啊。啥物世界互咱的标准啊，是做得好的啊。其实咱世间人啊，咱基督徒啊，咱未信主的时阵啊，咱伫世界内面啊，咱信主了后，咱也是徛伫世界内面啊。所以咱互世界的即种影响啊，影响真多啊。影响真多，所以影响了的时阵啊，渐渐啊，咱会离开上帝啊，渐渐咱会离开上帝啊。顶圣经有讲几项啊，伊是讲毋通甲世界做朋友啊，是做朋友啦嘛。然后伫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2章啊，圣经讲啥物啊？毋通听世界啊，啊，所以你做朋友，然后你就听世界。然后伫罗马书第12章第2节讲啥物啊？毋通效法这个世界，
唔通互世界的模型啊，将你改干啊，塑做世界的模型。所以这个是一步一步。头先是做朋友，做朋友了的时阵，你就真听世界，你就爱世界的代志啊。然后你就变成做什么？世界的模型啊，要做世界的模型啊。咱看到伫圣经内面啊，讲到罗德啊，伊的生平就是安尼。你昨晚我讲到啊，伊到阿伯了拍冤家啊，无好的时阵啊，伊关迄个平原啊，伊个平原是什么？就是要徛迄群所多玛俄摩的。圣经甲咱讲啥？伊讲伊头先啊是目睭看，伊看到迄个平原啊，然后第二啊，伊就渐渐啊，伊就按遐搭伊的张边啊，啊，伊就搭伊的张边啊。第三，咱就看到伊就干呐，伊就坐伫迄个城的门口咯，伊就坐伫城的门口。意思干呐，伊头是搭张边啊，搭张边，兼且是较近所多玛，但是伊毋是立刻到内面啦。落尾伊就徛伫城咧中间，甚至伊坐伫城咧门口啊！伊坐伫城咧门口的时阵，啥物意思？其实有法通讲啊，伊伫迄个社会顶面啊，也是差不多有地位啊，你才有法通坐伫城咧的门口。但是伊就是安尼啊，渐渐落去啊。所以其实啊，这个毋是一下啊，咱就听世界啊，这是慢慢啊。啊，咱会记得啊，咱讲说啊，咱用这个烧水啊，啊，一海的烧水啊，滚水啊，也滚的时阵啊，你就用将一只蛙的青蛙青蛙踢落去的时阵啊，伊干呐，伊跳出来。但是你若用一个生液啊，水是冷的啊，你将迄只青蛙起落去，伊安尼收啊。然后你再慢慢啊回烧，慢慢啊回烧，伊不知不觉啊，到落尾干呐，规个死去。伊讲人就是安尼啊，咱对世界也是慢慢啊，一步一步的落去。所以圣经甲咱讲什么？雅各讲啊，毋通贪恋，毋通甲世界做朋友，毋通听世界啊，然后毋通效法这个世界啊。所以咱基督徒啊。敢若咱有时阵真侪冤家啊，也是因为贪世界的缘故，所以这是咱第二的修德啊，第二的修德。第三个修德啊，咱下礼拜咱会阁看，咱会对第7节啊，看到第10节啊，咱会阁看刷落去讲啥。所以今仔日咱会分享，还是咱的圣经，咱就看到这。请咱伫厝内的时阵啊，咱继续来看第4章啊，还是你有时间，你按第1章开始，过来读啊，第1、第2、第3、第4、第5，咱安尼直直读啊，咱才对圣经啊，更加有法通明白啊，看伊咧讲啥啊，看伊咧讲啥。